车就连续一波寒流，害台东新品种的山野树下雪，也阁有密雪，开花煞无多结果子。最近因为向阳反热，天气多变化，山野园规个山野拢全结果子，煞嘛变矮狗。上严重的所在，超过90%的山野拢歹去，即嘛种的人心灰规个乌有去。望讲政府会当斗3工，互因度过这个难关。金黄色的外皮有干土山野甲旁边的芳气，这是台东这2年啊新品种的山野，甲合作下雪甲密雪。伊的甜度讲是会当达到20度以上，介绍嘛真好派，有迄落山野界 LV 的称号。不过伫今年的热天，想到要食这落下雪甲密雪，反雪都无遐简单咯。这个都是空包蛋，它里面都没有肉。这个啥？这每一个本来都可以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现在都不会长大。农民的心肝头是像尖咧尾共款。山野树当咧开花时，煞去拄着年初这落连续的2波寒流，气温变化甲遮尔热岛，安尼互山野花无法度授粉，就无法度拍毋结果，小可甲磕一个就水落落来。规年的心血真正是拢开伫豆油去。农民咧喊惨讲，安尼收成剩无1成，采收根本都无够本。大概减产9成吧，剩不到1成，因为它剩下1成，大概就可以不用收成了，就不划算了。这声真正是势势买落去，有的农民因为安尼损失上千万，望政府会当来斗3工。1月底、2月中这2波的寒害，我们的下雪和蜜雪开花不结果，然后整个果实都空包蛋的状况非常严重。那这已经达到现金救助可以开专案的部分哦。伫咧台东市的4块链顶，有种270外家的这个新品种山野，即卖因为灾损的范围真大片，县府启动这个农业灾害现金补助的专案，望安尼会当来互农民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